須菩提，於意云何？東方虛空可思量否？忽也世尊。須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否？忽也世尊。須菩提，菩薩無住相布施，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。須菩提，菩薩但應如所教住。咁釋迦牟尼佛又講啦，如果你唔着於相而布施，唔着於色聲香味觸法而布施，你個功德不可思議。咁功德有幾多啊？有幾大啊？咁釋迦牟尼佛世尊呢，就用虛空嚟一個譬喻呢個功德。我哋中國人呢，就講虛空係點講嘅呢？虛空呢係咁嘅，東南西北、東北西北、西南西北就八個方位啦，再加埋上下咪10咯，叫做十方。所以我哋中國人有一句説話講咧，佛經裏邊有講咧，十方皆是有緣人。你哋來自十方噶嘛？香港就你就有啲嚟東邊啊、東南西北啊咁啊，上下我諗就冇，上下就呢度冇啦，上下就冇啦，東南西北上下就未有啦，未必冇噶噃。你住喺幾多樓啊？都係上噶喎。你有冇 basement 啊？呢度都係下噶噃，所以都係十方。來自十方，十方皆是有緣人啊！咁你釋迦牟尼佛就問啦：東邊你可唔可以量到東邊呢個虛空有幾大啊？你量唔到噶。西邊你量唔量到啊？北邊量唔量到啊？虛空你點量啊？虛空無盡，你量唔到噶喎。你嘅功德就係咁大，量唔到噶。如果你係無相布施，你嘅功德量之不盡啊！咁你就再諗啦，諗深啲一層啦。我做咗咁多善事，咁點解個功德咁大呢？係點解呢？我都要知道點解嘅喎。咁我只係知道一半嘅啫。我哋知道功德，你再追溯係點解？如果你無相布施，即係話咩呢？即係話你布施嘅時候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，係嘛？係啦。你做到無相布施嘅時候呢，徹底到咩呢？身心清淨，成為阿羅漢啦。當你成為阿羅漢嘅時候，你離苦得樂，你自己就已經度脫啦。如果你回小向大呢，你再進修行，你成佛，你做呢個功德而成佛。當你成佛嘅時候點啊？你成佛，一人成佛，將來會度無量眾生喎。你有一個捐咗1000萬、1億萬、1萬萬、億萬，就一個人所做嘅係一生嘅事喎。呢個眾生佢成咗佛喎，佢成咗佛，釋迦牟尼佛2600年前成咗佛，度咗幾多眾生？你計下，你同我計唔計得到啊？計唔到啊！點計啊？繼續落去都計唔到。功德大唔大啊？如果我哋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善人，呢個善人呢係或者係轉輪聖王，呢個皇帝呢又好到非常，不過救一國嘅人。當然壞嘅皇帝係多得很，個罪孽非常之大啦。我哋賢君都有㗎，賢君可以救一國人啫，都有量喎。但係你做呢個無上嘅功德，一路咁推索到你會成佛喎。你成佛會到無量眾生，功德大唔大啊？不可思議。好啦。